2008年11月4日晚上，芝加哥夜空下面，幾十萬人聚集喺 Grand Park， 有人揮舞國旗，有人叫喊住奧巴馬個名，有人流緊眼淚。而台上一個男人正準備走上去 ，Barack Obama， 47歲。幾個鐘之前，佢仲只係一個候選人，而依家佢成為咗美國下一任總統，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。嗰一刻，成千上萬人相信自己見證緊歷史。但如果你企喺奧巴馬身後，望住嗰片人海，你可能會問一個完全唔同嘅問題：一個咁樣嘅人，究竟係點樣走到呢度？今集想同大家介紹嘅書係奧巴馬自傳《A Promised Land》，記錄咗奧巴馬早期政治生涯，同埋佢擔任美國第44任總統第一任期時嘅經歷。如果你都中意人物故事、經典自傳，歡迎訂閱呢個 channel 同 like 呢條片。呢個男人嘅故事從來都唔係一條直線，佢冇出身於美國最有權勢嘅政治家族，佢甚至唔係喺美國大陸長大。佢嘅父親來自肯亞，母親係美國人，而喺佢仲好細個嘅時候，父母已經分開，父親離開咗。多年之後，奧巴馬再見到父親，已經係一個完全唔同嘅人。所以當其他小朋友開始問我將來想做醫生，我想做律師，我想做消防員，奧巴馬其實仲喺度問另一個問題：我究竟係邊個？佢喺夏威夷長大，之後去過印尼，再返到美國。佢嘅皮膚、家庭背景、文化同身邊嘅人都唔完全一樣。佢好似永遠企喺兩個世界之間，黑人同白人，美國同非洲，家庭同陌生感。而呢種身份上嘅矛盾，後來甚至成為佢政治生涯最重要嘅一部分。但當時嘅奧巴馬，冇人知道佢會成為總統。事實上，佢年輕嗰陣，甚至唔似一個準備進入權力核心嘅人。大學畢業之後，佢去咗芝加哥，冇豪宅，冇權力，冇名氣。佢做嘅工作係幫助一啲低收入社區，每日接觸嘅唔係參議員或者億萬富翁，而係失業嘅工人、失去屋企嘅家庭、冇資源嘅小朋友，仲有一個又一個覺得自己已經被社會遺忘嘅人。而就係喺呢度，奧巴馬第一次真正理解到一件事：改變世界冇想象中咁簡單。你可以叫人投票，可以發表演講，可以提出一個完美嘅計劃，但當你真正坐落嚟處理一個社區嘅問題，你會發現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利益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恐懼，而每個人都相信自己先係啱嘅。呢個經歷慢慢令奧巴馬明白，如果你真係想改變一啲根深蒂固嘅問題，你可能需要進入嗰個制度。於是佢走入政治，但佢一開始仍然只係一個冇乜人認識嘅年輕參議員。直到2004年7月27日，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，奧巴馬走上台。幾乎冇人預計接落嚟嘅幾分鐘會改變美國政治。佢冇豪華嘅政治家族背景，冇幾十年嘅政治履歷，但當佢開始講話，一個國家唔應該永遠被我哋同佢哋分開，黑人同白人，窮人同富人，民主黨同共和黨。嗰一晚，奧巴馬做咗一件非常危險嘅事，佢令美國人開始相信一個陌生人都有可能成為佢哋想象中嘅未來。演講結束，掌聲響起，然後奧巴馬個名開始傳遍全國。4年之後，2008年，佢參選總統，而佢要面對嘅其中一個最強對手係 Hillary Clinton。一邊係美國政治圈最有經驗、最有資源嘅人物之一，另一邊係一個幾年前仲冇乜人識嘅年輕參議員。我哋已經知道故事最後會去到格蘭特公園，但喺2008年初，嗰個結局一啲都唔確定。事實上，如果你再將時間推前1年，奧巴馬參選總統呢件事本身已經好似一場冒險。2007年2月10日，奧巴馬企喺伊利諾伊州 Springfield 嘅舊州議會大樓前面，正式宣布競逐美國總統。佢當時只做咗大約2年聯邦參議員，佢冇管理過一個州，冇幾十年華盛頓經驗，亦冇一個控制住民主黨機器嘅政治家族。而企喺佢前面嘅係 Hillary Clinton。Hillary 幾乎擁有一個總統候選人應該擁有嘅所有條件。佢做過第一夫人，做過聯邦參議員，有全國知名度，有政治人物，有龐大捐款網絡，亦有一個大部分美國人都認識嘅姓氏。對好多民主黨人嚟講， Hillary 唔只係其中一名候選人，佢似乎就係下一任候選人。相比之下，
奧巴馬仍然係一個相對陌生、政治履歷亦明顯比較短嘅年輕參議員。但奧巴馬有一樣 Hillary 好難複製嘅東西，佢令人感覺一個新時代可能真係要開始。佢年輕，演講有感染力，亦唔似一個完全由華盛頓政治機器製造出嚟嘅候選人。更加重要嘅係，佢開始吸引一群以前未必會積極參與政治嘅人，年輕人、大學生、第一次投票嘅選民、從來未參加過競選活動嘅普通人。佢哋排隊參加集會，自願幫手打電話、拍門、派傳單，亦開始喺網上幫奧巴馬組織支持者。捐款可以由幾美元開始，數以百萬計嘅細額捐款慢慢累積，最後形成一股傳統政治世界從未真正掌握過嘅力量。奧巴馬唔再只係一個候選人，佢開始變成一場運動。2008年1月3日，第一場重要考驗出現 Iowa Caucuses。Iowa 係一個以白人選民為主嘅州，好多人懷疑一個叫 Barack Obama 嘅黑人候選人係咪真係可以喺呢種地方贏得支持。結果奧巴馬贏咗，嗰一晚改變咗外界對佢嘅看法。佢唔再只係一個演講出色、令人感到新鮮嘅政治人物，佢證明咗自己真係有可能贏。但5日之後喺 New Hampshire，Hillary Clinton 反勝。對奧巴馬嚟講，呢場失敗係一個提醒，熱情可以令一個候選人突然冒起，但一場總統選舉唔會單靠熱情就自然勝出。嗰晚，奧巴馬面對支持者，講出一句後來會成為整場競選醬子嘅說話 ：Yes, we can。我哋可以。聽落好簡單，甚至簡單得有啲天真。但喺當時嘅美國，呢句說話之所以有力量，正正因為好多人已經對現實失去信心。伊拉克戰爭仍然未結束，經濟開始出現問題，政治分裂越來越嚴重。好多普通人開始覺得華盛頓離自己越來越遠，無論邊一個政黨執政，生活都未必真正改變。奧巴馬冇話自己可以一個人拯救美國。佢提出嘅係另一個想象，如果有足夠多人願意參與，改變就唔一定只係政治人物講出嚟嘅承諾，但一個有力量嘅口號唔代表一場容易嘅選戰。Hillary 冇打算退讓，兩個人由一個州鬥到另一個州，勝負不斷拉鋸。Hillary 贏下一啲重要大州，奧巴馬就透過長期組織、細額捐款同代表票策略，一點一點累積優勢。每一次投票之後，問題都好似仍然未有答案。民主黨究竟應該選擇經驗定係改變？應該選擇一個所有人都熟悉嘅名字，定係將希望放喺一個幾年前仲冇乜人認識嘅年輕人身上？直到2008年6月，結果先真正明朗。奧巴馬取得足夠代表票，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。佢贏得嘅係民主黨提名，但距離白宮仲有最後一個對手 John McCain。McCain 係共和黨候選人，亦係一名經驗豐富嘅聯邦參議員。佢參加過戰爭，做過戰俘，喺國會工作多年。對好多選民嚟講，佢代表經驗、韌力同穩定。於是整場大選形成一個非常清楚嘅對比。奧巴馬講 change，McCain 強調經驗。奧巴馬代表一個可能出現嘅新時代，McCain 就提醒美國人，世界仍然充滿危險。而總統唔係一份可以一路做一路學嘅工作。如果選舉只係圍繞候選人履歷，結果可能仍然難以預測。但2008年9月，現實突然改變咗整場選舉。Lehman Brothers 倒閉，銀行開始互相失去信任，股市急跌，房屋市場繼續崩潰，企業裁員，失業上升。原本只存在於財經新聞入面嘅危機，開始進入普通人嘅生活。一個家庭可能突然供唔起樓。一個做咗10幾年嘅員工可能突然失去工作，一個準備退休嘅人可能睇住自己嘅積蓄迅速縮水，而呢一切都發生喺總統大選最緊張嘅時候。奧巴馬仍然企喺台上，繼續講希望，繼續講改變，但另一邊嘅現實完全唔浪漫。股市唔會因為一句演講而反彈，銀行唔會因為一個口號而重新互相信任，失去工作嘅人亦唔會因為 hope 呢個字就突然得到一份新工作。所以去到選舉最後階段，美國人要決定嘅已經唔只係邊一個候選人比較有魅力，佢哋要決定喺一個開始失控嘅國家入面，究竟應該選擇熟悉嘅經驗，定係冒險相信改變。2008年11月4日，
全國選民走入投票站，然後結果終於出現，奧巴馬贏得總統大選。故事亦終於返回最開始嗰個地方——芝加哥 Grand Park。幾十萬人聚集喺夜空下面，有人歡呼，有人擁抱，有人流淚。當奧巴馬同 Michelle、Malia、Sasha 一齊走上台，全世界都知道一件以前被認為幾乎不可能發生嘅事已經成為現實。Barack Obama 將會成為美國第44任總統，亦會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非裔總統。Yes, we can。幾個月之前呢句說話只係一場選舉入面嘅口號，而依家佢好似終於得到證明，奧巴馬贏咗。但當所有人都將嗰一晚視為故事高潮，真正嘅問題其實先啱啱出現。因為奧巴馬贏得大選嘅同時，美國經濟正跌入幾十年未見嘅危機，銀行體系仍然不穩，企業繼續裁員，樓市仍然下跌，越來越多家庭開始失去工作、住屋同安全感。而奧巴馬仲未正式入住白宮，佢當選咗總統，卻仍然未擁有總統權力。換句話講，美國已經開始着火，但負責救火嘅人仲要等到2009年1月20日先可以正式接手。所以嗰一晚，當全世界都喺慶祝奧巴馬終於成功，奧巴馬自己可能最清楚。Yes, we can。由呢一刻開始，已經唔再只係一句令人振奮嘅說話，佢變成一份承諾，亦變成一張即將到期嘅賬單。下一次奧巴馬再企喺幾十萬人面前，將會係華盛頓嘅 National Mall。到嗰一日，冇人再只係要求佢令人相信改變，佢哋會要求佢證明改變究竟係咪真係做得到。2009年1月20日，華盛頓數十萬人聚集喺 National Mall， 寒冷嘅空氣入面，人群由遠處一直延伸到國會山，而所有人都喺等待同一個男人 Barack Obama。當佢企上台宣誓成為美國第44任總統嗰一刻，世界見到嘅係一個歷史性時刻，一個黑人男人終於坐上美國最高權力嘅位置。但如果你仔細睇當時嘅奧巴馬，你會發現呢張面孔並冇想象中咁輕鬆，因為佢接手嘅唔係一個等待被改變嘅美國，而係一個已經出現裂痕嘅美國。佢一上任就要處理一場危機，而且係一場連專家都未必知道應該點處理嘅危機。呢個時候，奧巴馬開始真正感受到一樣嘢：競選時嘅權力同執政時嘅權力係兩回事。競選期間，你可以承諾改變，可以講一個更好嘅未來，可以叫人相信希望。但坐入白宮之後，每一個改變後面都有一張賬單，政府要花幾多錢，邊啲銀行要救，邊啲企業可以得到援助，應該刺激經濟定係控制政府支出？如果救銀行，普通人會唔會覺得政府只係幫緊有錢人？如果唔夠，金融體系會唔會崩潰？而最難嘅地方係，你冇辦法知道另一個選擇會發生咩事，你只可以喺資訊永遠唔完整嘅情況下作決定。呢個就係權力真正殘酷嘅地方。你可以係總統，可以擁有世界上最強大嘅政府之一，可以有幾乎所有人都羨慕嘅權力，但當兩個選擇都可能帶來災難嘅時候，你仍然要揀一個。而奧巴馬好快就遇到另一個更加棘手嘅問題 ，healthcare。美國嘅醫療制度一直都係一個巨大爭議，有人有保險，有人冇，有人因為疾病而負擔沉重醫療費，亦有人認為政府唔應該過度介入醫療市場。奧巴馬喺競選期間已經承諾要改革醫療制度，而依家佢真係坐咗入白宮，但政治世界同競選舞台唔一樣，你唔可以只係講我哋應該改革，你要坐低同議員談判，同反對你嘅人談判，同自己政黨入面嘅人談判，修改條文，犧牲一部分理想，接受一部分妥協，再重新談判。而每一次妥協都可能令一部分支持者失望，因為佢哋支持你，正正係因為相信你會帶來改變。但政治最諷刺嘅地方係，你越想改變一件事，就越需要同唔想改變嗰啲人合作。奧巴馬慢慢發現，總統並唔係一個可以隨心所欲嘅位置。你唔係國王，你甚至唔可以單靠自己制定法律。你需要 Congress， 需要法院，需要州政府，需要官僚系統，需要選民。而最重要嘅，你需要時間。但時間正正係一樣奧巴馬最缺少嘅東西，因為美國人唔會等4年先問你結果，
佢哋今日冇工，今日就需要答案；今日交唔出房租，今日就需要答案；今日睇唔起醫生，今日就需要答案。所以奧巴馬開始明白一件非常殘酷嘅事情：理想可以令你贏得選舉，但現實先決定你可唔可以留低。對好多美國人嚟講，醫療唔係一個抽象嘅政治議題，佢可以係一個母親、一個小朋友、一張幾萬美元嘅醫療賬單，甚至係一個家庭會唔會因為一場大病而破產。奧巴馬覺得呢個制度需要改變。最初，奧巴馬以為改革可以透過理性討論慢慢推進，坐低分析數據，揾專家提出方案，然後大家一齊揾一個合理答案。但華盛頓唔係咁運作，因為政治從來唔只係邊個方案最好，而係邊個願意支持你，邊個會反對你，邊個會因為你嘅決定而失去利益。而更加麻煩嘅係，奧巴馬自己嘅民主黨入面都唔係所有人支持佢，有人覺得改革唔夠激進，有人覺得政府介入太多，共和黨就更加強烈反對。於是，一場原本關於醫療制度嘅改革，慢慢變成一場全國政治戰爭。電視台日日討論，報紙日日批評，國會入面爭論，街頭有人抗議，而奧巴馬嘅支持率亦開始受到影響。幾個月之前，呢個男人仲係一個像紙希望嘅人物，而依家有人開始覺得佢背叛咗自己嘅承諾，有人覺得佢做得太少，亦有人覺得佢做得太多。呢個時候，奧巴馬開始遇到一個所有領導者遲早都會面對嘅問題。如果你知道自己相信嘅事情係對嘅，但大部分人都唔認同你，你應該點做？繼續堅持，定係退一步？而最困難嘅地方係，有時候兩個答案都可能係錯。如果你堅持到底，你可能保住自己嘅原則，但改革可能根本過唔到。如果你願意妥協，你可能真係可以令改革通過，但你亦可能要犧牲一部分自己原本相信嘅東西。呢個就係奧巴馬慢慢學識嘅一課。政治唔係將你心目中最完美嘅答案直接交俾世界，而係喺一個唔完美嘅世界入面，一個真正做得到嘅答案。而呢件事聽落好似好合理，但實際上非常痛苦，因為每一次妥協都意味住有人會失望。有時候係你嘅支持者，有時候係你自己，甚至有時候你會開始懷疑，如果我最後只能做到原本理想嘅一半，我仲算唔算成功？奧巴馬面對嘅其實唔只係一場醫療改革，而係一個更加深層嘅問題：理想究竟應該值幾多錢？如果為咗100分嘅理想，你最後得到0分嘅結果，呢個究竟係堅持定係失敗？而如果你接受60分嘅方案，令幾百萬人真正得到幫助，呢個又算唔算背叛？答案冇人可以幫你決定，因為當你坐喺最高位置，你會發現一樣好殘酷嘅事情，你冇辦法將責任推俾其他人。以前你可以係批評制度嘅人，依家你就係制度入面最大嘅決策者之一。所以當改革最後一步一步向前推進嗰陣，奧巴馬其實已經唔再係競選嗰個只需要講 change 嘅年輕候選人，佢開始變成另一種領導者，一個知道有時候你要堅持，有時候你要聽，有時候你要退一步，而最重要嘅係你要知道邊一次應該堅持，邊一次應該放低。2009年搬入白宮嘅唔只係總統，仲有佢嘅太太 Michelle Obama 同埋2位小朋友 Malia 同 Sasha。Malia 當時10歲，Sasha 7歲。住入白宮唔代表2個小朋友唔使返學，唔使做功課，唔使同朋友相處，但佢哋生活嘅地方有特勤人員，有保安規則，有鏡頭同埋全國目光。Michelle 曾經喺公開場合答一位學生提問：喺白宮養小朋友有更多鏡頭，但做母親嘅原則唔會因為住喺邊度而改變。呢句唔係豪言壯語，反而好日常。一個家庭去到最唔日常嘅地方，仍然要處理最日常嘅事。Michelle 亦唔只係陪住丈夫出席活動。2010年，佢發起 Let's Move， 關注兒童健康同肥胖問題，即係話同一段時間，奧巴馬處理經濟、醫療、戰爭同國會。Michelle 有自己嘅公共工作，同時亦想維持2個女兒嘅生活節奏。政治人物嘅家人往往被當成背景，但背景唔代表冇代價。當一個人嘅工作可以隨時被全球新聞打斷，家庭時間唔再只係安排得好唔好，
而係邊一個突發事件都可以將原本嘅安排全部抹走。權力帶來嘅唔單止係更多資源，亦係更少可以完全屬於自己嘅時間。2011年春天，美國情報部門追查到一個位於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嘅大宅，情報顯示恐怖組織首領本拉登可能藏身喺入面。可能兩個字喺呢度唔係修辭，情報冇提供100%肯定。如果派遣特種部隊，行動可能失敗，行動可能造成美軍傷亡。如果目標根本唔喺入面，美國會面對巨大政治同外交後果。另一個選項係空襲，空襲可以減少美軍進入現場嘅風險，但亦可能摧毀可以確認身份嘅證據，並造成其他傷亡。會議開咗唔止一次，軍方、情報人員同國安團隊提供資料，估計風險，講明未知嘅地方，但到最後冇人可以將答案交到總統手上。奧巴馬批准由美軍特種部隊突襲大宅。2011年5月1日，美國東岸時間晚上，奧巴馬向全國宣布，美軍行動已經擊殺奧沙瑪·賓拉登。行動成功唔代表當時風險唔存在，成功只係代表嗰個決定最後冇走向最壞結果。呢個係應許之地，停低嘅位置，唔係一切問題已經完，而係一個人走到一個位置。資料可以好多，顧問可以好多，選項可以列得好清楚，但最後禁制嘅只有奧巴馬佢自己本人。由芝加哥南區做社區組織工作者，到2004年波士頓嘅演講，由2008年格蘭特公園到白宮，條路睇落好似不斷向上，但去到最高嗰一層，佢面對嘅唔係更多自由，係更多限制。復甦法案要喺衰退之中作出選擇，通用汽車同克萊斯勒重組，冇人可以毫髮無損。醫療改革要接受法案，會被改到面目全非。關塔那摩灣證明，一個總統嘅命令都有盡頭。家人搬入白宮，亦搬入一種再冇完全私隱嘅生活。阿伯塔巴德行動則係另一種重量，資料不完整，時間有限，唔決定本身都係決定。所以如果將奧巴馬嘅故事只講成一個人突破身份，贏得選舉，成為總統，個故事會太早完結。真正嘅部分係格蘭特公園之後，當掌聲停咗，會議召開，當口號變成法案、行政命令同軍事命令，每一個字都開始有代價。應許之地冇將應許之地寫成一個已經完成嘅地方。書寫到2011年，連奧巴馬自己都仲喺一條未完成嘅路上。呢個或許先係個書名最貼近現實嘅地方。有啲地方你唔係到第一次就永遠擁有，你只可以喺每一次有選擇嘅時候再行近一步。